Hello，大家好，我係 Karen，歡迎大家又返嚟靈光一閃嘅頻道。今日咧就諗住同大家講一個我諗可能現實社會大家都必須要了解嘅一個問題，就係比較啦。點解講話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呢？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其實我哋喺呢個社會上面生存咧，好多時候由細個開始啦，都會有好多競爭嘅，即係例如話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會有成績啦，會分班，會分一啲，例如話呢一班嘅成績就好啲，嗰一班可能就係體育好啲之類咁嘅嘢。總而言之係我哋由細到大嘅成長過程入邊咧，不停會同我哋講競爭啦、比較啦，甚至乎你就算係細個有兄弟姊妹嘅時候，你都開始會同自己啲兄弟姊妹作出比較噶啦。究竟媽咪係錫我多啲定係錫你多啲呢？究竟我同其他人嘅屋企相比，我究竟係比較富裕嘅定還是比較貧窮嘅呢？呢一啲呢，我哋平時由細到大都會留意到嘅嘢，咁我將佢作為一個問題而去提出呢個原因係因為呢啲比較佢哋嘅存在價值喺邊呢？佢哋嘅存在意義係唔係真係應該，又或者係真係正確嘅呢？咁樣講啦。其實比較又或者我哋依家好多嘅一啲分數嘅制度咧，佢哋開頭嗰個原意都係為咗要評估我哋本身對於某一樣事情嘅能力。咁當評估完之後咧，就可以更加適合地去令到我哋知道自己有咩擅長，有咩唔擅長，並且可以因為呢一樣嘢而去有改善啦。但係同一時間嘅咧，就係呢一個亦都係我哋作為一個社會嘅一份子啦，如何去一個社會嗰度生活落去嘅一個好重要嘅評判標準嚟嘅。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候會喺各種各樣嘅場合度咧，將我哋嘅評分攞出嚟嘅，即係例如話係喺你需要見工嘅時候啦，一定會睇下你究竟有冇邊一個嘅能力，你嘅分數如何，你能唔能夠勝任呢一個工作啦。另外就係同大家朋友平時傾偈嘅時候啦，可能會傾到你依家收入幾多，跟住去評估一下，覺得自己依家收入係唔係人哋咁多呢？定還是係比人哋更加多、更加少等等。呢一個咧都係攞嚟作為我哋去了解自己嘅一個途徑嚟嘅。但係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咧係可能我哋實在太過功利主義而產生出一個嘅效果出嚟，就係我哋會太過於着重於自己唔擅長嘅地方，甚至乎太過於着重於想要成為一個面面俱圓嘅一個人咯。呢個其實咧算係我哋個社會制度所產生出嚟嘅，即係我哋由細個開始讀書嘅時候，老師都總係會比較欣賞嗰啲可以各科成績都比較好嘅一啲人。就算話你偏科有一科成績係非常好嘅話，咁但係如果你其他嘅係唔合格嘅話咧，都可能會受到一啲嘅指責，或者話你其他科唔合格，你之後點樣升上去呢？點樣繼續讀呢？甚至乎有啲人呢，佢揾到自己偏科都仲話好啲。有啲人呢，佢係所有關於學校會教嘅嘢，佢都唔擅長嘅。咁變咗做佢大部分嘅情況就係好自卑咁樣過咗自己嘅童年時光，過咗自己讀書嘅時光。去到大個之後，但係又唔知自己應該要做啲乜嘢咁樣。呢個其實某程度上係好常見，因為我哋喺細個嘅時候咧，其實係冇被教育到一樣嘢係如何認識自己，又或者係
如何去揾一啲自己擅長嘅嘢嘅，但係反而咧係喺好多嘅地方嘅暗示就會去令到你覺得自己如果某一方面唔及得上人啊，就會好差啊，又或者係經常去揾自己嘅一啲缺點。我諗好多生活喺一啲比較傳統嘅家庭入邊嘅人咧，都有可能會有呢一種經驗嘅，因為傳統嘅中國式家長咧，佢哋就係會比較重視教育方面比較多啲，即係你究竟你個成績表係咪好睇呢一類嘅。咁如果同一時間你成績又差，你又喺呢其他方面揾唔到自己嘅擅長嘅嘢，又或者係感興趣嘅嘢嘅時候咧，經常都會好容易感覺到自卑嘅。所以我就會話呢一個咧，都某程度上都算係一個問題嚟嘅喎。但係其實咧，喺我哋靈性嘅角度上面嚟講咧，大家出世嘅時候咧，就好似玩遊戲嘅時候分配點數咁樣，你總會有某一啲咧係分配得多啲點數，某一啲係分配得少啲點數。但係有一啲部分，因為可以涉及嘅部分實在太多啦，你喺短時間之內係真係未必會揾得出你擅長嘅部分喺邊一度。即係你本身分配咗啲點數喺邊個地方咧？咁呢一啲嘢如果又啱啱好係一啲比較偏門嘅，又或者係唔係好明顯嘅，例如話係觀察力之類嗰啲，有時候你喺表面上真係會比較難睇得出一個人佢嘅觀察力係咪好強嘅，甚至乎如果係佢嘅觀察力嘅着重點係在於一啲觀察別人嘅性格，又或者係觀察某一啲人嘅行為模式，呢一啲就更加難睇得出嚟，因為佢可能觀察完都未必會講翻出嚟，就算講翻出嚟都好，你都未必覺得係一種正確，又或者一種強項嘅。但係又係講翻啦，我哋喺靈性世界入邊係分配點數啊嘛，我哋每個人都會一出世就會有一紮點數，係作為類似係我哋生日嘅日期咁樣。咁呢一樣嘢，我哋好多時候會經過算命，又或者睇生命靈數之類嘅嘢咧，就會可以得到有少少牽使去知道我哋擅長啲咩嘅。但係有時候咧，就算話你嗰樣嘢擅長都好，你可能都唔係好覺嘅。甚至乎我哋會容易被自卑嘅心態去控制咗我哋大部分嘅人生啦，因為有啲人咧係會因為自卑而唔去夠膽做某一啲嘅行為，例如話自卑覺得自己唔夠靚女，又或者唔夠學識好，所以唔夠膽去追某一啲自己中意嘅男神女神啦之類咁嘅情況。其實喺靈性上面嘅人類設計嘅角度嚟講咧，我哋並唔係要設計到每一個都係一個完美嘅綠邊型戰士，而係要令到我哋各自有自己擅長嘅地方，所以大家先至可以互相合作。所以咧就會出現咗一個情況，某一啲人佢一出世咧有一啲能力咧就係被設計到係幾乎完全冇嘅，就等同於咧你好難去將一個雀仔同埋魚去對比邊一個比較識游水。如果呢個社會嘅規則就係要求越識得游水就越好嘅話，咁呢個世界贏嘅都總會係啲魚嘅。但係咧呢個世界會有其他，例如係狗啦、雀仔啦，會有其他嘅動物烏龜啦咁樣。有一啲係會識游水，有一啲係可能冇咁叻咁樣。你次次都要用魚嘅標準嚟衡量雀仔，攞嚟衡量一啲陸上嘅動物嘅話，咁其實呢個標準係咪一個正確嘅標準呢？有啲嘅情況，例如話你本身嗰個特質係一隻狗嘅特質嚟嘅，你要游水，你當然游到，但係你游得唔快，你亦都冇魚咁靈活。但係因為個社會標準要求你要嘅係游水嘅速度，而你去拼命追趕、拼命去練習，去到後面就覺得自己係冇能力啦，感覺到自卑等等。但係殊不知，原來你設計出嚟，你個人設計出嚟並唔係要你走去游水嘅，而係要你去跑跑跳跳，又或者你有好好嘅嗅覺，
令到你可以做一隻開開心心、快快樂樂嘅狗仔㗎喎。咁去到呢個情況之下，大家會唔會去思考一下，你係唔係真係自己想像中咁樣，好多地方都唔成功，又或者係咁失敗呢？更加重要嘅一件事咧，就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咧，就係其實我哋互相之間係冇比較可言，雖則話我哋你又係人，我又係人，大家好多個個都係人，除非有啲唔係嘅啫。咁但係點解會覺得大家都係人就係可以攞出嚟作出比較呢？咁大家要了解一下，就係其實我哋互相之間係唔應該攞嚟做比拼，又或者攞嚟作出比較。我哋只有一樣嘢，就係例如話你比較擅長某一樣嘢，但係你就算你做得好啲又好，差啲又好，並唔代表你嘅價值比別人高咗或者低咗嘅，而係我哋本身每一個人咧，佢嘅存在價值都係相等嘅，就等同於喺一個嘅電影入邊，你無論係做女主角、男主角，做反派，定還是係做嗰啲喺街邊賣下茶水啊、僥喝下嗰啲小販都好，你都係好重要嘅一份子嚟嘅。因為如果嗰部戲冇咗你呢一個角色嘅話咧，嗰個戲嘅感覺會少咗好多嘅生活氣息，甚至乎你本身個人咧，你縱使唔係呢部戲入邊嘅主角都好，你對於某啲人嚟講，你嘅存在都係有好強大嘅價值同埋意義喺度。無論係你可能係落雨嘅時候借咗把遮俾人哋啦，每個人嘅價值咧係唔能夠以你做咗幾多，又或者對呢個社會有幾多貢獻而去稱嘅。因為我有時候有啲貢獻，你根本就唔知道原來你係有貢獻嘅，你原來係有特殊嘅意義嘅，無論呢個意義係好還是壞都好。但係咧，作為呢個社會嘅一份子，我哋經常都會去互相比較，跟住咧無啦啦就會覺得啊，我太肥啦，想要減肥啊，我嘅某一啲嘅成就唔好，人工比人低，咁類似呢啲嘢會去互相比較，從而去令到自己嘅某一啲嘅情緒產生唔好嘅感覺啦、自卑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啲人我樣樣嘢都比人好喎，咁反而偶爾會有啲人會過分驕傲啦、過分傲慢啦，就睇唔起一啲成就比佢差嘅人啦。咁但係又係嗰樣嘢，你點知道嗰個人佢係表面望落去冇你咁光鮮亮麗，但係佢原來對呢個社會嘅價值係好高嘅，但係你唔知嘅啫。縱使佢有可能都係唔知嘅，但係佢真係做咗唔少嘢去令到呢個世界會變得更加美好。你唔清楚，甚至乎其實大家嘅存在價值就係在於你存在咯，並不在於你做咗啲咩。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一個點啦。大家要知道一樣嘢，就係你並不是企喺度坐喺度就係無所事事，你可能係每一分每一秒已經令到呢個世界更加美好。而大家可以再去思考一下，你其實唔需要去揾人生意義，因為你嘅存在就係你最大嘅意義咯。你嘅存在就已經令到呢個世界變得更加特別，更加有一個唔同嘅景色出現咗啦。咁所以咧，我今集咧就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咧，就係呼籲大家唔好互相比較，尤其是係嗰啲小朋友咧，都係唔好將小朋友攞嚟互相比較啦，因為佢哋年紀仲細，佢哋仲有好廣闊嘅未來。咁如果你由細到大去種咗一個印記俾對方咧，去話對方你咩都唔掂啊，你咩唔擅長啊，你需要再努力一啲啊。其實咧，對於嗰個人嚟講係一個幾麻煩嘅嘢。佢去到大個之後，佢要清除呢一個印記，亦都要去清除佢心底入邊嘅自卑感。你唔知道你唔覺意嘅一兩句說話會唔會令到佢成世人產生咗一啲翻天覆地嘅改變。所以呼籲大家都係講嘢小心啲，而且去
正面一啲去對待大家各位啦，因為大家都係咁不同嘅一個存在啊，所以咧就大家係唔需要去作出比較，你冇比別人好，亦都冇比別人壞，因為大家就係一啲唔同嘅嘢，你係唔能夠去互相比較，你點能夠攞狗同埋魚嚟做比較？縱使大家都係動物。咁你亦都冇理由攞奇異果同埋橙嚟比較，唔通比較邊隻酸啲啊？咁擺到明就係有佢哋本身有各自嘅特質，有啲人就係為咗佢食佢啲酸味，所以先食佢嘅啫嘛。即係呢個世界，即係你無論有咩特質都好，你總會有其他人嘅喜愛嘅，某一啲人就係會中意你呢一 type 嘅人咯。今日就講到差唔多呢度啦。如果大家對一啲個人成長又或者係靈性嘅部分感興趣嘅話咧，就可以 follow 我啦，同埋share 俾朋友啊，大家去互相溝通一下。又或者係下面嗰度留下言講下你想聽咩主題啦。咁今日就嚟到呢度啦，拜拜。